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庆案上新的消息，其中一个死者是台湾出身的商学院教授张家晶。在家投票案受害人声称宪法裁判暂时处分，宪法法庭今日下晡召开说明会进行讨论。苗栗竹南的鹅仔场鹅仔不明原因死亡，采检了后确定是 H5N1 禽流感，18只的鹅仔拢总爱灭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死亡庆案。目前了解，其中一个死者是台湾出身的商学院教授张家晶。今日嫌款，伊是美国东华其他大学的教授，警方判断伊应该是无受到学校的聘请，才会来犯案。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这栋大楼外口60尺回响手玻璃土甲警方冲突了后被断死，警方同时确认有3名死者，其中一个是64岁为台湾来的商学院教授张家晶，他出生涯超过10年，捌得到教学优良甲研究优良的肯定。伊在1982年台湾海洋大学毕业，1997年去美国教册，2000年在匹兹堡大学摕到资深管理博士，同年进入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分校，是器官系教授。因为这案件死者不是学生，警方推测凶手不是随机开枪。We know he applied numerous times for a job with several Nevada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was denied each time. The suspect had a list of people he was seeking on a university campus, as well as faculty from the Ea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伊伫18个月进前伫拉斯维加合法买枪，也是这摆作案的工具。根据网站资料，玻璃土对该卖地阴谋论是真有趣味。He had a previous criminal history of computer trespass out of Virginia in 1992. There was a chair with an arrow pointing down to a document, which that document was similar to a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根据 CNN 的报道，这件被告是专美今年80件校园抢劫案，其中19件发生在大学。要对枪管发表言论，洛杉矶护盾队球星李霸龙在一场比赛了后表示，美国枪击的法律是真含糊。公视新闻恩文宁报道。再来讲，伫咧高雄有民众投诉讲，77路的公车司机态度普遍拢真歹，然后坐伙人要问司机，煞去互对方大声甲骂甲侮辱。不过客运公司表示，这司机是惊这长辈徛无在会跋倒，才会讲话较大声，还佫对司机加强训练。公车顶时大人想要问问题，话还未讲了，就互要求爱登记座位，伊的口气嘛愈来愈激动。跋倒的爱因行前几行，搁咧叫，搁咧过落去，毋是我爱甲伊大声，是恁爸爸。无客气的口吻加上口舌的言辞，互边仔乘客看袂落去，甲过电梯落来囥去网络，指控司机无必要对士大人口气遮尔歹，嘛讲有当时赛车习惯无好，有当时激动，有当时搏枪。调解说明说，希望他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缓和，然后更让乘客可以直接感受到说，其实驾驶的本意是好意的。客运公司表示，这名司机已经上班8档，无互投诉过，有可能是烦恼士大人跋倒，才会讲话无经过思考。也要考虑到别人呐，咱袂使讲干那考虑我们呐，人家公车司机他也是很累啦。我司机有来念几路，念到真正足烦的，要落车。有民众认为司机是为着乘客安全，唔免伤过要求，嘛有人坐其他司机的车辆共款碰到这种状况。交通局即时回应，已经要求客运公司爱对驾驶加强各界列管，嘛会甲这件代志列入因服务品质的评鉴内底。记者王刘婷、柯正俊报道。即马大选要到，国民党后期是搁再提出青年买厝政策，讲40岁以下买第一间，15万以内会当大全部免头期。今仔民众党的郭文哲是创一个网络节目，要对后期甲赖清德每日一问。
另外一边，赖清德是话讲，守护各人各族的海群好，袂互阻挡国防预算的人入去国会。选举就要到啊！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抢攻青年票，提出青年买厝政策，针对40岁以下信用无重大问题、第一摆买厝的人，发出贷款额度上悬1500万之内，用专业贷款免投期款，不过有摆附加转卖限制，前5年只要付利息，而且补贴0.5%，5年了后利息是减半倍。就是希望在青年购买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头期款不要付了，头期款真的不要付，由政府来跟银行担保你的头期款。侯定也表示，即卖申请按贷款有无够的所在，恐惊有查办记录，所以提出主题政策要欠选民。谢谢，金孙还是台独龟孙。好，大家小心，给一点空间哦。民众党原本系特别接受媒体专访，不过郭定也初次就开始加强空战。KPTV 节目初次第一摆上线，炮口就先对准哪里？请问国民党，你们积欠退休党工9.8亿，为什么到现在不还？在美国政府已经明白的宣布不支持台独的状态下，请问你这位台独金孙如何继续？务实的推动台独。郭台铭表示，拿着对辩论一定拖到最后一秒，愈接近选举，效应就愈低，会对侯友宜甲赖清德每集一分。拒绝韩国瑜，团结护国会。民进党赖清德电影是话写，唔通互阻挡国防预算的立委进入国会，佮点名国民党无分区名单排第1的韩国瑜，要伫国会出群，佮诉求民进党爱国会过半。对于如何守护台湾未来的民主与和平，对于如何为台湾的未来创造希望，赖萧配准备好了，支持民进党国会过半，为的是要让民主大联盟过半。赖清德7月下晡要去宜兰为党籍立委参选人优待声势，也要为赖萧配继续求票。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日是搁在公布最近24点钟内有查到中国军机来26只，中国军舰来10只，搁有发现一粒空飘气球飞过海峡中线。国防部长邱国正是回应，这应该是一粒探空气球。另外，美国参众两院军委会嘛公布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协助训练台湾军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进入我空域，将我非常安全，即回转脱离。国防部公布初7透早6点至8点，侦测到26架中国军机、甲10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的活动，而且佫发现一粒空中气球，初7飞过海峡中线，出现伫基隆西南方，差不多101海里，高度差不多21000尺悬，向东边飞1点钟了后消失。这个季风的缘故，它往这边飘。但我们初步了解，它可能也就探空啊这一类，包括气象，平常它的这一个航道啊，能不能掌控啊，风力对它有什么影响，但都在它要研究的范围。中国无放弃用武力拍台湾，也若当咧美国华府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讲到台海议题时阵表示，英美共同的立场都是中国袂当以武力统一台湾。They believe in 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Taiwan. The policy approach that we both share, though, is this cannot happen in a way that involves force or violence or coercion. We're aligned on key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n the Indo-Pacific. That includes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布林肯伫甲卡麦隆见面了后嘛强调讲，两国袂放弃甲中国有来去甲合作，毋过爱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因若美国参众两院军委会公布协商了后，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有关台湾的部分，国会要求美国国防部为台湾制定全面的培训、咨询、甲制度化战略建构计划，列管军售交会进度，启动美台所谓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也个分析北京侵台影响，而且研究制裁工具。增强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安全合作跟军事的这个合作关系，展现出美国白宫跟国会一致的态度，克阻中共可能的威胁行动。法案爱伫参众两院表决通过，总统拜登签署了后才会生效。针对这点，国防部长邱国正讲，国军甲国际盟友的交流无停过，交流的范围嘛真宽，对两国建军备战绝对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正有表明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是完全照双方的需求来设计。行政院政务委员戴振中嘛讲，希望甲美国来朝关税协商。不过戴琪是回应讲，美国现阶段未甲任何国家来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顶日伫阿斯本安全论坛接受采访，去互问到敢会甲台湾展开自由贸易的协定，戴琪表示未排除。不过美国当局未寻求甲任何国家达成非常全面、上大限度自由的协定。It's 2023. We need new policies. There's innovation going on all around us. When we were negotiating those agreements, we need to be embracing innovation in our trade policy, and that's what we're doing. 戴琪指出，美国拢会试甲合作谈判定出贸易计划，是按双方利益打造设计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今年6月7日已经签署头一批协定，内容包括贸易便利化、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诈钱等等5项议题。在国会支持之下，双方当针对其他的议题展开协商，继续扩大协定。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顶日表示，后一个阶段的谈判无排除增加亲像农业、劳工等等更加侪议题，甚至进行关税协商。台湾虽然不在印太经济架构里面，但是它对台美的协议已经纳入印太经济架构所有的元素。我们现在台美倡议实际上就是在往完整 FTA 的目标迈进。等到这个拜登政府如果可以准备好可以谈自由化的部分的话，那现在戴琪看起来有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正面讯息。专家认为讲，台湾有机会会当进一步突破协商，讨论局部自由化降税，亲像国内半导体、制造业等等的产业，拢有机会将做双方讨论局部自由化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近来看到罗西亚国会通过明年伊嘛要办总统大选，连讲目前罗西亚所占领欧东4区居民嘛拢会使投票。然后目前普丁是还未表态讲敢要争取连任，不过外界也是认为伊会出来选。Совет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яет назначить выб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17 марта 2024 года. 俄罗斯国会上议院随即宣布明年总统大选的日期，现任总统普丁已经做过4任总统。虽然也未讲是不是争取第5个任期，但是外界拢有期伊会选，而且因为去年俄国通过修宪，和普丁会让国再加做2任总统，一直到2036年。普丁伫咧俄罗斯投资论坛拍经济牌，强调今年国内 GDP 成长3.5%，伊反批评西方是伫咧食棺材本。Только набирает силу. Скажу больше, западная финанс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явно устаревает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й. Она так долго почивала на лаврах, настолько привыкла к монополии 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сти, к отсутствию реальных альтернатив, к привычке ничего, по сути, не менять, что стала архаичной.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архаичной. 明年3个3个俄罗斯伫咧乌克兰占领的4个区。包括顿涅茨克、赫尔松、卢甘斯克加扎波罗热的居民也会当投票。伫国内2大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加卡拉扎姆，即马2个人拢伫咧监狱内面，所以是无会当对普丁构成威胁的参选人。反对派人士是伫咧各大城市踩看板，表达反对普丁连任的立场。Электоральный ритуал, электоральный обряд имею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утина и для его команды. Внутри это важ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замер лояльности и покорност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элит, что система работает. 另外，已经掌权10年的埃及总统塞西是一个拼连任第3个总统任期。埃及总统大选这个月初10到12举行，18会宣布结果。外界普遍预期塞西会甲前2面同款，摕到压倒性的胜利，因为以下冲突转移经济恶化的危机。国家上，塞西完全掌控埃及的政治、经济加军事大权，小可有影响力的人物拢会被打压，无法度参选。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以色列甲哈马斯是继续咧相战，但是有风声讲，以色列战车会去挑工攻击国际记者。法新社甲路透社公布一份采访伤亡调查。讲一大堆明明表明是记者团的新闻工作者，常常受到攻击，造成严重死伤。也以色列是表示，因拢是针对哈马斯，未伤及无辜。
10月13日，黎巴嫩南部往以色列边界阿马阿沙布，一天前明显自由 Press 红大家的国际媒体记者来报道以色列军方甲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动伫边界交火进行。哈西互相向来炮火轰炸，骂出连续垃圾灰。We were maintaining safe distance from the front line. So basically, we were in a really safe. We felt safe. 阿西受当上扣回一名路透社点名记者阿布杜拉无这样兴奋，已不幸殉职。It is inexplicable that a group of journalists, clearly marked as press, doing their job, could be targeted in this way. 路透社采访30位政府安全官员、军事专家、法医、律师、医护甲现场的人，到处事发经过。迄时阵有北京媒体提供数点钟影像档，加攻击前后数百张相片，有高解析度卫星影像，佮摄取现场证据，车顶的炸弹碎片、相机架，还佮有一大地金属，让荷兰国防独立分析结果。We condemn Issam's killing, and we call on Israel to explain how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 路透社知影，战车炮弹是为以色列境内发射，向以色列国防军问更较侪问题，包含因是毋是知影向记者开火。I'm not familiar with these specific reports. We target Hamas. We do not target civilians. 国际人道法禁止攻击记者、新闻媒体人员，免被看作是军事目标。专家表示，这证据显示以色列明显违反，也可能犯攻击百姓战争罪。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讲到丹麦甲瑞典，因为民众放火烧果兰经，引起真侪件的街头抗争。丹麦国会初日通过禁止烧果兰经的法案。这项法案是禁止伫咧公开场合不同对待有宗教意义的陈述佮教册。违法者上当会互人关2年。77 imod, ingen hverken for eller imod, og lovforslaget er dermed vedtaget og vil nu blive sendt til statsministeren. 丹麦国会表决通过一项禁止烧果兰经的法案，未来民众免伫公共场所不当对待有宗教意义的册。因为今年丹麦甲邻国瑞典真侪摆发生示威者烧果兰经，引起真侪伊斯兰国家不满，甚至有极端主义团体发出强攻威胁。丹麦国会通过这法案是要化解冲突，暗过互反对派批评，限制言论自由。Men jeg tror simpelthen, at det er fordi, at vi tager anderledes bestik af det her. I SF er vi for det repræsentative demokrati. Det vil sige, at man må vælge nogen, man synes, der repræsenterer sig selv til Folketinget. Og det betyder så ikke, at vi så skal have folkeafstemninger om det ene og det andet. Og det tredje hele tiden. 丹麦国会由179位议员组成，经过激烈辩论了后，小可差距通过法案。领导中间偏右联合政府总理弗瑞德里克森认为，批评宗教有关合法，所以这个法案对言论自由带来影响真大。Og sandheden er jo, at det aldrig har været en dansk værdi at brænde bøger af. Tværtimod, at gøre afbrænding af hellige skrifter til et knæfald af danske værdier og frihedsrettigheder, synes jeg er absurd. 瑞典甲丹麦是全球自由程度相关的国家之一。两国伫1970甲2017年废除有关涉毒新定的法律，用禁止受婚言论的法律来取代。这显示现代民主国家的进步观念，暗过受安全局势恶化影响。瑞典也考虑通过同款的法案来禁止烧果兰经。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镜头转来国内，政府打击诈骗，民众普遍拢真支持。不过今仔日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讲有一个细汉的民众借口罩给头家，替头家咧卖鞋仔，所以因为头家无出货，颠倒害伊去互7个买家告，口罩煞变做是警示口罩。毋安尼，同一个案件同时间是几个检察官甲警察同时咧办，无法度做伙处理，造成伊1年以来，敢若要检访问过，都要走6界。整个案件我所牵扯的金额大概也只有2到3万元，只是我要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必须要等到1年甚至2年。翁先生去年替伊的头家做买卖鞋仔的工课，翁先生提供伊的口罩向人客收钱，结果头家无全部交货，致使翁先生和7个人客搁早起，伊全部的口罩拢变警示口罩。毋但安尼，伊的案件是互2个检察官到各路的警察同时办理，害伊爱定走地检署。一样的内容，一样的案件，一样的金流，一样的受害者，一样的被告，我又开了第2次的庭。
然后问我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又回答一样的东西，提供一样的证据。然后唯一的差别跟第一次开的庭就是检察官跟书记官的不同。法务部这边说，我们都有进行总归户，我都会把它集中，但集中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怎么样集中？怎么去查核？怎么去勾稽不同的案件？虽讲洪先生尾已经受到不起诉书，知影犯罪的人是伊的头家，但是检察官讲，因为被告可能提起再起，所以伊的所有口座也是一时警示。民间团体认为安尼不合理，针对警示口座应该要有救济庭事。警察办案有急迫性，你先做了之后，你事后要有一个补正的程序啊。好，比如说，请检察官再认定，或者是向法院再认定。民间团体积极一案，互人分做一案办理，可能影响政府化打击诈骗的效率。另外也认为，警方一通电话就通互洪先生的口座全部警示，唔免经过亲像法院这寡单位允准，嘛无救济庭事。认为政府袂使使用打击诈骗做理由，扩大权力，好有制定规定的监管会爱检讨改善。记者郭定水台北报道。今日讲到小澳明新北市的立委参选人刘淑婷，顶个月因为带囡仔去新北市的选委会登记，向挡落来。选务人员歧视妇幼的言论，伫网络是愈加愈严重。选委会确实够大才会失礼，不过也是认为因的选务人员一切拢是依法行政。小澳明新北市立委参选人刘淑婷，11月23带囡仔去登记。不过，新北市选委会以禁止12岁囡仔入去为理由，拒绝囡仔陪同登记。二是刘淑婷伫小澳明秘书长的陪同之下，带囡仔搁一届去登记，有关受到阻挡，还搁去互口试。我们如果真的有心要来参政的候选人，可以这个把其他的家事放着。请问什么？男性选务人员唔来叫因先甲厝内顾好，甚至还搁用椅啊、甲电梯砸掉咧，讲是故障。将其尾刘淑婷抱10几公斤的囡仔，8楼推去3楼登记。虽然有登记成功，不过小澳明认为讲规个过程，新北市选委会涉嫌歧视妇人人甲囡仔，大力批评，而且去监察院定情。那我觉得我今天就是那个强大的照顾者，然后我带着我的小孩从幕后走到幕前，那我的那个决心是不容置疑的。他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嘲讽我们是无心参选。这个事件伫网络顶发酵，新北市选委会30敲电话约见面，双方伫12月初7有见面。新北市选委会表示，禁止12岁以下囡仔入去是烦恼安全问题。即马已经有加安阿库利亚的房仔，嘛召开委员会决定把这个规定提掉。选举结束了后会做检讨。后续办理抽签的时候，也会加强人员协助维护幼儿的安全。那在这个事件呢，那未来在选举过后，那本会也会办理相关的选务检讨会。像我们候选人的登记日就耽搁1天，我们的选务活动、宣传活动都会受到耽搁。那我们也很清楚，这一些就是小民参政，就是女性参政自行要来吸收的成本。虽然小澳明乐见新北市选委会知影唔对做改善，不过认为这届事件明显无注重儿童的需求，甲对女性的歧视，所以也是提出诉求，希望中选会对全台湾的选务人员进行性别的训练课程，检视全台湾选委会制度，嘛希望就歧视的事件进行调查甲警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中市特教学校助理员大有75人，一个月薪水所干那2万8，阁无调薪水的制度，待遇歹，所以定定咧欠人。即马家长是跳出来批评，恐惊影响到家己囡仔的权益。今仔市府当时表示，会阁讨论比较国立学校的待遇。你要这样每天拍卡，你安才不会卡住。照顾囡仔帮忙拍卡车片扫痰，食饭的时间一到，也搁要协助用饲的，搁较免讲每2点钟就要换尿珠啊。特教学校助理员工作真辛苦，但是有特教生家长发现助理员拢保袂完，起因就是因为薪水待遇伤歹，也影响到囡仔的权益。有8个学生都要换尿布，但是一天不是只有换1次哦。一天这种尿尿大概是2个小时或1个小时半就要换1次的东西，而且一个小孩子都大概20几公斤至30公斤。因为说薪水太低，没有人要做啊，学校到现在还缺啊，而且我们助理人员还要跟隔壁的老师共用啊。
得到助理员的待遇，中央地方拢无同。台北市立的学校月级上悬会使来到42801块，也阁会使以年资加薪。但是台中市立敢若有28000左右，而且无考核调薪的制度。民代接到真侪得到助理员甲家长的反映，烦恼会爆发离职潮。台北市的特教助理员月薪是42000，还可以比照年资加薪。台中市却只领2万多元的低薪。这甚至于比外籍看护员的薪资还低。台中市有3所市立特殊教育学校，特教助理员总共75人，依照钟点费计薪，基本工资月薪约26000多元。中央决定在明年基本工资调升至27470元，台中市特教助理员的月薪也将随着跟着调整。台中市府表示，3间特教学校原本是国立，2017年改入台中市，特教助理员大约75人，目前只会当以行政助理的待遇领基本工资，后续会来研究比较国立学校待遇，而且会使随考核年资来调薪。记者台中报道。讲到2年前，高雄的爱河有发生一件食酒塞车，弄到一家伙仔1死3伤的悲剧。如今2年过去受害家属到当时拢提无任何的补偿金，也怀疑二审是判这个驾驶9年10个月。家属嘛认为判伤轻，要求中央对食酒塞车一定要重判。一家伙仔欢喜替妈妈庆生，2个查某囝搁甲妈妈亲嘴皮，想袂到这是因一口早最后画面。因为2当前的酒驾车祸，林先生失去因某，2当过去因为耽误政府对酒驾刑责爱搁加重修法，林先生甲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做伙开记者会，认为酒驾搁再犯刑责并无提悬，中央2摆修法拢无法度互人满意。法务部长蔡金祥他在案发当时，他说他推了2年。酒驾致死，他推不动。现在我们又事发过了2年，已经4年届满1届了。请问这一届的立委，你们做到了吗？我们一直呼吁说不可以酒驾，我们也一直希望说透过修法，然后来加重其责。现场林先生哪讲哪流目屎，想起2当前一个伙仔死的人是到爱河跨丁会，却拄到姓黄的驾驶酒驾，来造成1死3重伤。虽然法院判对方要赔3500多万，不过到当伊敢若摕到1张借款的凭证，搁爱家己出钱付医药费甲拍官司来照顾查某囝。2审的法官判出来是多少？我一听9年10个月，我当天给媒体朋友我的心声是什么？司法正义已死啊！面对2审判决，林先生要继续上诉，伊嘛认为要推动酒驾罚款修理专区，来作为受害者的赔偿金。现场市议会国民党团有签新律师来支持加重酒驾刑罚，酒驾致死7年以上的刑责，若是酒驾搁再犯，以无确定故意杀人罪刑期10年以上，毋望莫搁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进前，讲有受刑人因为户口伫咧监所，申请要伫咧监所内底投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讲，伫咧判决也未确定正前，爱伫咧监所内底设投票所。后来地方选委会提出控告，最高行政法院驳回受刑人的申请。不过，这个受刑人无死心，继续向宪法法庭申请裁判。宪法法庭下晡召开说明会，详细的情形连线予台记者郭碧君。受刑人敢会使投票咧？先来看观众，先来带观众朋友来回顾这对规个案件。有一个说临伫台北家甲这家的受刑人，因为是要伫明年的总统大选甲立委大选的时阵投票，不过煞互同时选委会甲中选会来拒绝。落尾伊申请行政诉讼，不过煞互最高行政法院来驳回。落尾伊嘛有申请这个宪法法庭的申请裁定宪法审查。今仔日宪法法庭是举办这个说明会，邀请申请人的代理人甲相关的机关拢到场。申请人是强调讲，选举权是基本的权利，无应该经过立法才有这个选举权。受刑人无法度行使伊的选举权，是因为选务机关登记无作为。也若申请人也讲，选举剩1个月，即马毋是这嘛毋是个案，伫咧台北家甲类似状况的受刑人有123个人，有这个紧急性。啊，那同市选委会中选会是表示讲，因无剥削过这个受刑人的选举权，这是因为因的个人因素，因嘛举例亲像军人，也有警察，也有病人等等，拢因为因个人可能工课，也是讲病情的因素，无法度到投票所去投票。因讲受刑人嘛是共款，因为因的个人因素，才无法度到投票所投票。
选委甲中选会拢无剥夺过因的选举权。落尾中选会也强调讲，因无权利特别为一个个案来设投票所，因无这个法律的权利。以上是来自公司台的连线报道。今仔讲到即马选举，真侪伫咧外地读册，也是食头路少年人，拢感觉转去投票请钱的成本悬，应该袂差我这一票。为了鼓励少年家转去投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即届选举，共款有发动线顶平台募资计划，打算要从60万补贴青年回乡投票。1月13，回家投票。只要你是满20到35岁的年轻人，只要你是回到你的户籍地，符合这2个条件，我们就欢迎你搭上我们青年民主返乡列车。每年1月13选举爱转去户口地投票，不过真侪学生囡仔拢伫外地读册，回乡转去投票爱开车钱，成本真悬，都有人会归去放弃投票。为着要鼓励少年人出来投票，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照英国的例，发起募资扣钱，提供游览车载少年家转去投票。我们提供游览车，我们也提供我们的船班的补助，我们也提供我们的机票的补助，所以总共有3种不同的交通方式，在全台湾，在整个台澎金马都一起在1月12、1月13一起上路。自2018年大选青年回乡列车扣89万，自2019年扣270万。协会表示，这回目标是希望会当扣60万，若准有达到标准，大概会当协助2000个少年家，希望会当减轻少年人的负担。选举的结果会决定未来4年的国家走向。大家应该有听过，不关心政治的结果，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如果我们都只停留在思考、批判的层面，而没有实际行动，那这个社会体制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即阵离大选投票剩个月尾时间，顶一日《纽约时报》有针对台湾大选进行报道，讲伫即届3卡都的情形下，20岁到30岁少年选票有可能会真做影响选举的关键。主办单位希望回乡募资的计划会当带动青年积极参与投票，用手头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电影的消息来看，苗栗竹南的一间牛仔场，对顶个月开始就出现牛仔不明原因死亡案例。采检了，确定是 H5N1 的禽流感，全场180只牛仔拢总爱灭掉。防检人员规身躯的装备入去到这间饲牛仔场，虽然这个牙看起来拢正正常，不过经过采检，确定感染到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你其他的都有丢？你嘛丢啦，全丢吼！哇，那损失足大的。啊，我发生你都唔知。我会知影。唔知发。天气的问题啊。啊，你平常时家己会消毒无？我无。这是伫咧苗栗竹南的饲牛仔场，对顶个月24开始就传出牙死亡的情形，而且数量有愈来愈多。也只伫测试主动通报了后，动防所赶紧要求饲牛仔场移动管制，访视了后进行采检。这个月初6也确定是感染到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伫初7也用人道的方式对场内1800只牛解灭掉。案例场移动管制1公里。那1公里，我们目前全管制的区域目前有3场的养禽场，那我们会针对这3场去做采样，只有消毒最重要而已啦。就遇到人出入更加要严格，就安尼尔。附近的养殖业者是真紧张，敢若会当加强自身场区的消毒甲管理。动防所表示，这是苗栗县伫2015年了后，搁再出现高病原性禽流感的案例，也是县内水禽场感染的头一个。也因为最近是渡鸟过冬的季节，除了爱落实防鸟的措施，含进出场管制以外，搁爱加强消毒。禽场若准有异常死亡现象，也着爱主动通报，避免疫情搁再摊开。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咧宜兰县的部分路口，有个过路车红灯会对咧叮当的小车人，佮会晓唱歌，要来提醒交通安全。不过，都有不少的民众咧批评，发音根本就无标准，听袂清。县政府嘛表示，会继续来收集民众意见，继续检讨。路口车顶唱唔通，甲提醒民众酒后莫开车，避路莫上路。宜兰县政府伫宜兰市甲罗东镇的重要路口设会唱歌的车红灯，播送交通安全宣导主题曲，提醒过路人注意路口安全，也毋过说互民众积极。咬字不是很注意，就是听音乐很好听而已。
我觉得不是很清楚对，因为我像大家这样走过去，其实没有在注意听。对这摆版本，大部分人表示内容听不清楚，感觉宣导成效无好。这措施自防治去年就开始，官府录制过3种版本的宣导歌曲，过去都捌发生，民众对歌声成过时有怨言。实际经过路口，若详细听，也先听清楚，音量是无问题。啊，不过如何让民众满意，也真多难题。我们也期间呢也尝试了3种的版本，针对咬字以及音量的部分呢，也在持续做加强。县政府表示，对家己甲音量的收集民众意见了后，继续做加强，未来透过更加多元的方式，向民众进行交通宣导，达到降低事故发生率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南县发展县讲，这几年来有咧做都市土地订规，不过环保局嘛发现有未少的空地插广告咧卖土地，拢无人咧管理，影响景观。今年就收到251件空地草发超过60公分的检举，其中有10件地主也是无改善，向开发。台东火车头是台东县讲的大门，不过一个行出去，都随看到规片的空地草是发甲超过脚头乌。而且附近还有旅馆、民宿、观光客，当才到台东都看到草发甲离倒位，让大家对这的印象变真歹。失望吗？会稍微有一点啦，对啊，因为毕竟台东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市区嘛有坑咧用的空地边佫挂广告，两边佫是人家厝，草发了伤悬，蠓虫鸟鼠是四界摊，住伫遐的人嘛是头壳摸咧烧。台东县环保局今年就接到251件检举草发了伤悬的案件。要求地主改善，不过要是有10件，地主经过催告了后无改善，就会互裁罚。环保局讲，都市计划区内底空地草若超过60公分悬，相当会互罚6000块。影响周遭的居民的卫生或者是一些环境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要有效的管理跟采罚。计划区里面的土地，如果它的杂草超过60公分以上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处分1200元到6000元。环保局呼吁，台东县是观光发展的地区，为了都市的美观，希望空地的地主会当加强管理。若接到改善的通知，伫期限内改善就袂裁罚。不过，当经过催告一届，要是唔处理，就会依法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连续几粒风台超大雨量，落水溪溪床甲沉底土沙变多，加上近期的水位下降，防备营业是愈来愈严重。河川分署打是规划佮加整防大水的食物，整理河道，希望来降低影响。稻草用线拔条固定，佮铺设咧落水溪樱花沙地，包括云林西里离轮背未了顶地，大约150公顷的落沙地，都已经铺设稻草的防涌顶。因为今年受到这个风台所带来大量雨水的影响，落水溪的落面积增加大约200公顷。东北季风来临前嘛，那时候算水位较低的状况嘛，之前的一个楼路面积大概有将近1000公顷了那我们今年看下来，我们的面积应该会超过在200公顷，可能会达到1200公顷以上，会更多。市府表示，近期水位持续下降，落水溪樱花落面积会阁持续增加，为了防止东北季风所带来用电问题，目前已经完成水覆盖310公顷，绿覆盖292公顷。防洪的地在4.5公里。截至我们今年到像12月4号为止，我们对于 PM10这个年平均的这个浓度像麦寮站，我们统计下来的数字是36.4微克每立方仑背站是41.7这个目前也符合我们112年的一个目标值。伊个草发起来，草发起来就比较较少进前有听新闻报讲，因有也草死了，我是唔知啊。市府就讲，今年到目前为止，用电的事件日总共4天，比去年已经增加2天，其中包括风台外围环流和境外环境污染等因素造成。现在透过这个管道进行防治用电，希望来降低对民众的生活影响。记者用为报道。为了要加强高盐死的防治，卫福部有定2025年全面消毒吸管的计划，提供45岁到79岁民众终身有免费一届体检，嘛有甲农业部甲法务部合作，鼓励劳工去检查，而且对明年开始，针对受刑人入监时，拢会安排高盐死的体检。
那抽血检验就应知影家己是毋是感染 B 型 C 型肝炎。C 型肝炎是排伫 B 型肝炎后面造成个人慢性肝炎、肝硬化甲肝癌上主要原因。为加强防治，卫福部甲劳动部、法务部等跨部会合作，为了鼓励企业劳工健康检查加入试管体检，为明年元旦开始，针对高风险族群的受刑人，入家甲要时阵会全面体检 C 型肝炎。明年开始，凡是入监者都会做这样的一个筛检，然后筛检出来如果阳性，就会做最终的治疗。郭建树表示。C 型肝炎传染的路线主要是透过血液甲血液直接接触，比如输血、接触调调的人、静脉注射、测量测风等，拢可能传播 C 型肝炎的病毒。而且医师根据大部分慢性 C 型肝炎的患者初期差不多拢是无症状，等到10年了后，肝脏出现受损的征兆，往往已经恶化成做肝癌。一般的人可能认为，那 C 型肝炎就算感染了也没什么关系，他不知道他未来产生肝硬化跟肝癌的比例达到2%到3%左右。为体检出慢性试管的病人，郭建树提供45岁到79岁民众，将新免费接受一摆 B 型肝炎体检的服务。到今年8月为止，总共体检超过540万人。推估台湾2025年 C 型肝炎治疗目标数差不多23.7万人，扣除已经治疗差不多18.9万人，有个佮治疗差不多4.8万人，连达到 WHO 消毒 C 型肝炎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家庭照顾者愿意主动寻求帮助，使用长照资源，卫福部委托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举办聪明照顾者征求活动，希望透过因的分享，会当让需要的人了解长照资源要安怎来运用，进一步来改善家庭的照顾困境。嘉温和妈妈接受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颁奖，为着要照顾脑中风的爸爸妈妈嘅头路是条，但是照顾是一条真长的路，照顾者嘛需要休喘，厝内开始使用长照资源，应该将经验规定写作文章，嘛受到评审的肯定，得到佳作。当我先生倒下来的时候，其实也真的那种心境的一个调试是非常的。应该说非常的艰难，就是善加利用我们现在现有的资源。我觉得真的需要这些长照的资源的进入，真的是对我们来讲，实在真的是帮助很大。第5这场活动是第7届聪明照顾者讲师的颁奖典礼，这是卫福部委托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举办的活动。当年会对在座照顾者生命故事的写作当中选出前3名嘅佳作。家长希望透过这款鼓励，让更多人看到长照资源安怎运用。我们今年也发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有15%左右是比较年轻照顾者。那家总在明年也预计，针对年轻照顾者，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支持系统的一个建制，来帮助这些在他们的人生的一个阶段性发展上，不应该因为照顾而落掉的。今年计共有65件投稿作品，家总表示对当年的作品看落来，除了老人照顾老人，嘛出现愈来愈多20-30外岁的少年家，嘛拄到需要照顾厝内人的情形。卫福部讲，其实长照资源真丰富，包括长照据点、居护员接送服务等等，呼吁照顾者莫感觉歹势、唔敢用，照顾人的时，嘛要照顾好家己。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讲到最近电动车是愈来愈多、愈来愈兴。电动车的事故救灾嘛，成做新的话题。韩国消防局最近冒来高雄考察，因对今年新引进的电动车，紧急插座甲拍火毯啊等等的设备，感觉真神奇。台湾嘛有一寡创新的做法，会当让两个消防员大家来互相参考。插电，这没有，这是充电。台湾的消防员向韩国的消防队介绍这几项消防设备，伊拢感觉真神奇。其中就是今年才引进紧急插座甲拍火毯，主要是运用伫电动车事故救援，除了会当甲电动车断电，让消防员救援时较安全，避免爆炸危险。现场的韩国消防人员对上新的电动车救灾设备拢感觉真特别。上新的电动车的一寡设备，包含拍火毯啊，以及迄个紧急的电源的插座，还有阮的底盘的瞄子，
这3项，互伊知影者。高雄的新兴消防分队除了展示电动车救灾装备，这个放伫队员名称边仔机器是救护机，会当伫半暝时阵利用灯单独甲执勤的人员叫起床，安尼较袂影响到其他的人。另外，阁有这条照明的锁仔，会当伫较暗、烟较济火灾现场指引消防员出口逃生的方向。红色的是向外口的，意思是讲咱消防人员若是讲要撤退。咱会当照这个红色的光线来往外做逃生，叫去了，咱会当单独把需要出勤的这个动力叫起来就好啊。所以对消防人员是一件足大的帮助。韩国消防人员这摆是专工来台湾做交流，对一寡特殊器材甲创新做法拢真好奇。两边交流甲分享，希望会当提升2个的消防救灾知识。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到打将近75年，中华邮政公司特别发一套人权邮票，今日早8点半开卖，就引真济民众排队来买。谢谢。后面没有哦。顶头有印发行邮票名加日期的邮政封限量500份，本线就无。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到即马，未到75周年。中华邮政公司发行人权邮票一套4张，吹背伫台北北门邮局举办发行典礼。邮票自早起8点半开始卖，一早起就吸引真侪爱收集邮票的民众来买。16，现在12，将近30年了。8点半开，我排到第7个、第8，因为我从新竹来，不是在台北本地啊。喜欢收集东西啊，只要有邮票我就喜欢了，已经成痴了。国小4、5年级就急了，机邮对我来讲增加我很多的知识。邮票的图案以人权宣言加国公约的英文简称，结合特别的色彩加符号设计，色彩缤纷，因应收集邮票的需求。典礼会场外口也有设临时邮局，提供当临时邮局做以内的服务。行政院长陈建仁、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等人拢到场见证人权邮票发行。我国对于人权的保障呢是相当的重视，我也希望我们国人大家一起来努力啊，让台湾的人权啊能够继续往前迈步啊，成为亚洲的典范。这套邮票一共有4枚哈，那第1枚是有60万枚哦，那另外3枚的话是58万枚。邮票组队加国际重要议题互相呼应，希望就此吸引民众注意，激发社会各界和大家加参加人权的相关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证券交易所正正通过国内运动频道申请创新版就市审机，打算2024年第1季要挂牌，嘛加做国内第一间100%新媒体营运的就市公司。新公通过疫情考验台湾运动转播频道，申请台湾创新版挂牌上市已经审计通过。这代表着我们台湾的资本市场将朝向未来更多元化的一个发展。所谓影音频道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形态，为互体育比赛更加好看。国内运动频道结合 4K、VR、AR、AI 等先进技术，都互观众无同款的视觉体验。它是透过 AR 跟 VR 技术去协助我们观众者可以更符合自己的需求，然后去观看每场赛事。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证交所伫2021年成立创新版，搁伫今年7月进行产业新分类，增加力量环保、社会分端、运动休闲甲国家生活等4项产业类别。今年已经有29间公司申请上市，创新版的总市单会超过新台票1500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 AI 新科技，来看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推出上新的 AI 模型 Gemini， 讲真侪功能拢会当赢 OpenAI， 会当同时处理影音甲文字，辨识工人嘛可能变甲有路。It looks like a bird to me. What if I add this? The bird is swimming in the water. It has a long neck and beak. It is a duck.
看画图线条就会当辨识出是啊，进一步提供相关解释。Google 母公司Alphabet 在它推出上新的 AI 人工智慧，就能迈向主轴，那会当同时处理影像、音讯、文字等无共形式的资讯，也会当分辨解释4++等程式语言。Google 同时也讲，第32项测试中有30项表现比 OpenAI 的 GPT-4 也较好。What I see is that Google does have extremely deep research investment and also the new chip technology and the capability for processing, which would deliver a real competition to Microsoft and OpenAI. Google 已经伫人工智慧助理码的加入部分Gemini技术，保证先伫170个国家甲地区提供英语版。介绍影片讲，Gemini 会当描述影像甲声音，而且会当依照情景甲人类互动对话。Google 指出，Gemini 伫包括数学、物理、历史、法律、医学甲伦理学等57项科目的 MMLU 大规模多任务语言理解测试中达到90趴水准，甚至超过人类专家。也毋过专家认为，一般使用者短期内可能也阁感受袂到Gemini影响。When it comes to the everyday user, the everyday person who goes to Google multiple times a day to search for things, our lives are not going to change all that much. Gemini 会有3种无同的版本，包括会当伫手机使用的 Nano 版，未来用户甚至无需要连接网络，也会当伫手机使用 Gemini。也毋过初期只支援 Pixel 系列手机。Google 表示，未来会扩大到其他手机类型，也毋过无讲时间表。公司新闻市湾连朋友。另外一项 AI 新技术，这是香港开发的衫裤布料，会当接受手势控制，这除了让衫裤有更较侪变化，未来嘛会当应用伫福建练习控制手势，训练金马。蒙蒙的电视台顶悬马都穿规身躯的乌衫，乌衫遮面的光直直咧变色，吸引真侪人的注意。因为这衫顶悬的光毋是家己咧变，是利用 AI 人工智慧以手机啊伫后台咧控制改变色水。We have used a polymeric optical fiber with textile-based yarns. So when you touch it, you can see that the hand feel is just like any ordinary knitted fabric. So it actually is very soft and very tactile. The POFs are actually transmitters of light. So light travels from one point to the other. We actually do a surface treatment so that the light actually also travels through the lateral side of the fabric. 这是香港研究团队研发的智慧变色布料。利用医疗甲汽车产业常用的塑胶工作纤维，伫衫的顶悬倒镜头，结合 AI 技术，互布料会当认捌人类的手势，改变色水。若用大头部比赞，布料会变做蓝色，手臂爱心就会变做粉红色。People with dementia, people with learning challenges. So it actually encourages their well-being and gives them a sense of calm and also a very easy way for them to have engagement and direct response. So by having a simple gesture or simple movement, they can see a color change. 因为布料也可以当透过手机啊甲遥控器变色。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表示，这种布料会当应用伫复健器材。另外，变色技术嘛对服装的艺术发展有帮助，因为布料通改变色水，会当减少民众咧买衫的时阵，拄着介意的衫，就会甲全部色水买起来，煞伫无介意了后，甲所有的衫单调的歹习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咧瑞典有一名少年爸爸烧酒开讲，拿唱歌、拿个囡仔影片伫网络顶传起来。即摆因阁组一个合唱团，伫网络顶悬有900万人追踪。好听的声音，完美的和声，因是最近伫瑞典红起来无伴奏合唱团奶爸和声。这5位素人奶爸来自瑞典北部，每一个人拄好拢有2个囡仔，因一边照顾囡仔，一边唱孙人声的阿卡贝拉。影片意挂伫网络上，累就未少人气，所以5人归期就组团定期发表作品。奶爸和声的 MV 通常拢是伫因自会时，那照顾囡仔拿戏影片，场地毋是伫厨房，就是客厅。囡仔也定同齐一景，买靠片闹真乖。When we hang out, the kids can hang out with each other, and as many people see in the videos, we have it's a soothing thing when we are singing.
伫瑞典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拿铁爸爸，记的就是爱带囡仔的少年爸爸。定自就伫咖啡店，拿提供拿照顾囡仔。拿铁爸爸伫瑞典会变做事行，需要开讲瑞典的优先家庭政策。瑞典有养假制度规定，囡仔出世了后到8岁以前，爸爸妈妈需要备本480天的有养假，若无请完就会失去这个假。Every dad in Sweden almost are used to like have parental leave and so on. So it's not a big deal for us. 因30发会，有的人从事业务销售，有的担任分析师。因毋捌想过，当初一时兴趣上传影片，会伫1天内累就超过4万次点阅，几礼拜内佫较超过2000万次。即卖因也靠住大舞台展开为期1个月巡演，逐礼拜六伫瑞典全国各地现场演出。公司新闻简讯编译。下播报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7度，中部地区20度到27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21度到25度。外岛地区18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干。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我甲郑伟哥吼，熟悉嘛足久啊啦，迄时阵我就开始想讲要来出唱片。我第一个想到的要合